永利皇宮新開嘅福樂亭，簡直就係為食貨打造嘅美食天堂。今日就一條片帶大家睇下有咩食，混集咗18間亞洲超人氣品牌，包括6間特色餐廳，由街頭小食到精緻料理，一次過可以試晒啊！而且環境都係頂級華麗，歐陸風情滿滿啊！每個角落都靚到好似藝術館咁啊！影嘢食影人都係出撇一流嘅，仲有好多米芝蓮推薦名店，喺其他地方都係排隊王嘅品牌，首次登陸澳門啊！首先係嚟自日本名古屋嘅4代目谷村鰻魚料理嘅醬燒原條鰻魚飯3吃，精選整條鰻魚現點現烤，加上秘製醬汁，瞬間打開咗個胃口。然後再嚟多碗新加坡國民級肉骨茶、團圓肉骨茶。米芝蓮推薦嘅新加坡著名漢真手工薄餅都係現點現包，足料得嚟，口感都相當之豐富㗎。另外都係喺新加坡出晒名嘅328加東辣沙，佢個招牌辣沙用料十足，又香又鮮啊！如想試下正宗嘅台式牛肉麵，一定唔好錯過呢間門前隱味牛肉麵啊！憑佢獨創嘅番茄紅燒湯底，真係食到停唔到口啊！呢度仲可以食到正宗嘅東北小串人氣王桃小串，都係滿滿嘅東北風味㗎。仲有澳門永利嘅自創品牌魚豬魚包烘焙茶飲，主推就係佢哋呢個順法咖喱角同埋福盤子方法牛角包。大家如果仲未食飽，福樂亭仲有6間特色餐廳俾你慢慢試。今日就試咗呢間 Lila 奇趣新派印度料理，開放式嘅廚房，參與度十足啊！打頭陣嘅就係口感超奇特嘅開胃經典印度小食，然後就係印度烤鴨肉咖喱角，上面就係韭菜花，外皮就超級酥脆，搭配埋啲鴨肉絲嚟食，真係口感爆炸。之後就係牛骨水夾肉香飯，食之前呢，就要先揭開上面嗰一層焦脆嘅餅皮，印度嘅香米飯撈埋佢個牛骨骨水，每一啖都邪惡得嚟又香口。再跟住就係印度烤龍蝦啦，龍蝦嘅鮮嫩彈牙同埋印度偏微辣嘅特色香料相結合，真係鮮美同埋香濃嘅味覺雙重衝擊啊！最後再試埋呢個香料羊架，淋上秘製嘅番茄香辣醬，加上羊肉獨特嘅酥味，真係冇得頂啊！今次呢個福樂亭美食之旅，大一個滿足啊！大家真心可以約埋親朋好友過嚟呢度試一試，而且新開業期間仲有優惠㗎，仲唔快啲過嚟？